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6月17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9篇第9到20节，撒母耳上卷16章14节到23节，路加福音第6章43到45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灵入甲灵出。圣经的原文无论伫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咧讲到神、灵、魂，其实拢同一个字啦吼。伫即个字的中间，即个概念是共款，咱着爱用魂啦吼。比如讲，咱用一个简单的例，像耶稣行伫海涌的即个海面的时阵，门徒看见就讲伫圣经的记载讲，每年四更，耶稣伫海面上行路去门徒遐，门徒看见伊伫海面顶咧行，就惊吓，就讲哦，这是鬼怪，就惊吓吼，就起来，因就化休啦吼。即个希腊文叫做 phantoma， 意思是讲鬼魂，或者是翻译做神啦吼。魂、灵魂、神这个，英语的翻译 phantom， 我想一个现代歌剧叫做剧场魅影吼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吼，这个迄个 phantom 就是咧讲这个吼，就鬼魂的意思吼。也好，那亲像咱咧讲迄个试炼甲试探共款，共一个字，共一个概念。所以咱爱分别是啥物人的神是咧做啥，伊的目的是啥物货？因为安尼，所以咱爱提醒兄弟姊妹，就是讲你若受到一个神的感动，就爱细字来辨别啦吼。到底是圣神咧甲你讲话，或者是啥神？咱爱去分辨吼。昨咱有讲到扫罗王，那其实咱即几工拢咧讲到伊啦吼，因为伊违背上帝的旨意上帝就离开伊。但是请咱搁一摆倒转来伫昨的经文内底来看，扫罗甲撒母耳讲的话，伊讲我犯罪啊，听起来真好，敢若认罪安尼吼。但是咱注意听吼，伊讲。但是，请你至少伫人民的长老的头前，甲所有以色列人面前互我一点仔面子啊！所以，伊伫意的毋是认罪，是伫意的是面子。来，请你甲我转去。后壁迄句话真重要，伊讲我通去敬拜上主，你的上帝。扫罗伫即个所在的心态，其实咱伫教会内底也时常看到吼，就是讲。服侍是为了民主的啦，服侍是分你的代志，我的代志啦，你的上帝，我的上帝啦吼。感觉上教会是分足清楚的你我，搁无客气来讲，就是好那同一个教会内底上帝无同一个迄个感觉啦吼。搁较明白来讲，就是讲真侪人拢因为人的因素来服侍，毋是因为上帝来服侍。只不过是用上帝来做理由、做借口，圣神的印证啦，啥物有诶无诶安尼啦吼。扫罗心中用家己自我做中心，好那亲像伊上大。上帝对伊来讲，只不过是撒母耳的上帝，对伊来讲无有任何意义的感觉。所以扫罗王伊的心中咧想的是你的上帝。上帝的神就离开伊啊，所以咱千万毋通抓做讲是上帝离开扫罗，事实上是扫罗离开上帝。今仔日的经文也甲咱讲上帝的神离开扫罗，这真清楚啦吼。虽然咱接续的经文讲上帝找啥神来折磨伊啦吼，看起来好那亲像上帝调工找歹即个声神来折磨伊。其实咱用两个例会当来思考即项代志。第一个是约伯啦吼，上帝允准互约伯面对试炼，
也是讲，咱看见对信仰的角度来看，人生的困境、苦难，本底就是上帝所允准，互咱会通受到锻炼啦。学习更较济来亲近上帝，倚靠上帝。另外，咱来看见耶稣也捌用譬喻来指出法利赛人求神热的心态。伊举例讲这个这乌鬼呢，来离开人的身躯，就伫无水的地过来过去，找求通安息的所在，找袂着。所以就讲我要倒转去原来大迄个所在啊，按着到啊看见内底空空，摒扫清气啊，整理又好势就去找另外7个比家己搁较歹、搁较凶恶的鬼来，拢带入去伫个内底。迄个人后来境况比永过搁较无好。这个邪恶的世代也要亲像安尼啦。这是伫马太福音12章43到45节的记载。这个咱看到经文44节所讲的，讲这个空间呢已经摒清去啊，就是讲耶稣就达人赶鬼赶好啊，摒清去啊。但是迄个房间你注意看哦，圣经人讲内底空空啊，内底空空就是无有上帝。心中若无有上帝，邪神就要入去，而且一摆比一摆更较歹。这是伫这个经文所咧甲咱讲的。所以咱爱互上帝的神带伫咱内底啦。咱的心房到底是要带什么人的神？也就是咱总是互迄个神出入入。佮明白来讲，真侪人类总是欢喜出卖家己的灵魂，互撒旦，甲撒旦交易啦。撒旦的交易是啥物货？撒旦的交易就是讲，伊拄开始的时阵，互你一寡甜头，然后渐渐就将人的灵魂来控制。最后晚餐的时阵，耶稣基督伫擘饼的时阵，甲门徒讲：恁中间有人要卖我。伊佫甲犹太讲你要做的代志赶紧去做。迄个时阵呢，撒旦就进入犹太的心。为什么？因为有个人讲因为耶稣就安尼甲讲啊。其实你注意甲看，若照约翰福音的记载，犹太的心中所在咧看重的，伊伫意的是迄个钱。毋是耶稣，所以撒旦进入伊的心。撒旦的最终目的是要创啥？就是要互咱甲上帝相离，互咱离开上帝的话，这个关系甲关起来。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去到伫希腊，伫咧讲道的时阵，有一个少年人对迄个楼顶安尼摔落去，看起来好哪断开。这个时阵的情形是安怎？所有咧听保罗咧讲上帝话语的，拢总停去啊！这是撒旦的目的啊！保罗当然嘛去关心这个少年人，佮确定讲伊还咧喘气，众人才松一口气。真侪时阵，撒旦用真侪的方法，互咱甲上帝的神这个气断绝，影响人甲上帝的关系。互人离开上帝的神，所以咱必须爱亲像保罗共款的警醒，自我检讨咱甲上帝的关系。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6月1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9篇第9到20节。撒母耳记上卷第16章14到23节，路加福音第6章43到45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灵进灵出啊。圣经的原文，无论是希伯来文或是希腊文，谈到那个灵，其实跟魂
是同一个字，或是说同一个概念。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当耶稣走在这个风浪很大的海面上的时候呢，门徒们他们看见了，他们就大声喊叫。经文这样说：夜里4更天，耶稣在海上行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就说是个鬼怪。他们便害怕，喊叫起来。希腊文这个 phantasma 这个鬼魂，其实跟灵是同一个字哈。那英文的翻译是 phantom。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现代歌剧叫做《剧场魅影》的英文就是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那就是那个反痛，就是鬼魅啊、鬼影、鬼魂。这样的概念就很像我们谈到试炼跟试探是同一个字，可是因为呢，来源不同，目的不同。撒旦的话就是试探，上帝给我们的是试炼，所以我们必须要看是谁的灵，是谁在做，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也因此要这样子提醒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心里面受到感动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去辨别是上帝的灵的感动，还是邪灵在做工。昨天我们提到了扫罗王，因为他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上帝就离开他。那请我们再一次回到昨天的经文，扫罗跟撒母耳说的话，他跟撒母耳说：“我犯罪了。”听起来好像不错哈，他有悔过啊。可是其实上不是，我们注意听哈，他说：“但是呢，请你至少在人民的长老们和所有以色列人面前给我一点面子。”好，重点来了，他是在意认罪还是在意面子？我想很清楚。他说：“请你跟我回去。”后面那句话很重要哦，注意听。他说：“我好去敬拜上主，你的上帝。”所以扫罗的心里面根本没有上帝，那个上帝是撒母耳的上帝，不是他自己的上帝。在现代的教会里面，其实时常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哈。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常常分为你的事，我的事，感觉上好像教会分你我分得非常清楚。或是我们更不客气的说，我们虽然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可是好像上帝是不同一个，或是根本都是因为人的因素来服事，不是因为上帝而服事。上帝只不过是拿来当理由、当借口。很多人喜欢想说，圣灵的印证啊，然后上帝的启示啊，怎样怎样。那事实上后面要讲的都是自己的话。扫罗的心中自以为以自己为中心呢，好像他最大。看看他献祭的态度就是这样子。上帝对他而言只不过是撒母耳的上帝，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是这样的感觉。因为扫罗王心中的你的上帝，上帝的灵就离开他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上帝离开扫罗，其实是扫罗离开了上帝，他离弃上帝啊。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上主的灵离开了扫罗，又说上主差邪灵来折磨他。看起来好像上帝故意派邪灵来折磨扫罗。其实我们用2个例子来思想。第一个是约伯的记载，上帝允许让约伯去面对试探，所以撒旦就来了。那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来说人生的困境、苦难本来就是上帝允许，让我们在那个当中来锻炼、学习呢，更多的亲近上帝，学习呢依靠上帝。另外，我们
以这个耶稣曾经比喻过的一个例子，他指责法利赛人呢，心中只有求神迹的这种心态。他举例说，污鬼呢离开了人的身体啊，就在无水之地呢过来过去，寻求可以安歇之处，可是呢找不到。44节就说呢，或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然后他们到了，就看见那里面空房打扫干净，修治好了，便去另外带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里面。那人的末后情况比先前更不好，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这是马太福音第12章43到45节的记载。那个被耶稣医治赶鬼的那个新房，它是清干净的，可是呢却是空房。为什么？因为清干净之后，它没有迎接上帝的灵进去。一旦如此，将来邪灵又回去了，而且是一次比一次的更凶恶。所以耶稣说，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情况会越来越不好。我们要让我们的心房住谁呢？或是把它放空呢？或是我们总是让那个灵进来又出去？更明白的说，人们总是出卖自己的灵魂给撒旦，与撒旦交易。撒旦的交易是什么？撒旦的交易其实他开始的时候会给你甜头，就像他跟耶稣说的，你拜我，我就把这些看得见的统统给你。然后他就渐渐的将人的灵魂掌控权拿走了。到最后晚餐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擘饼的时候，他说了，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他又转头对犹大说，你要做的事情去做吧。圣经说，这个时候撒旦就进入了犹大的心。有人说，那都是因为耶稣吩咐他这样做的啦。可是呢，根据这个约翰福音的记载犹大他本来就只在乎金钱，他在乎的不是耶稣基督他的主。撒旦最终的目的就是说，要让人跟上帝远离，要人离开上帝的话，这样关系要把它关掉。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去了希腊，在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就有一个年轻人呢，因为打瞌睡，又从楼上摔下去。那看起来好像断了气。那你知道吗？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保罗的传讲就停了。这是撒旦的目的。那当然，保罗去关心知道他确定他有气息众人才松了一口气撒旦总是想各种办法让我们跟上帝的气息断绝，离开上帝的话语，它影响人跟上帝的关系，离开上帝的灵。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保罗一样的警醒，有警觉性，有判别的性的能力。我们要自我检讨跟上帝的关系。